云林县政府连续15年举办地方产业的创新计划，这届110年度的展览会成果真丰富。 云林县政府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已经执行15年啊，帮助真侪业者小农发展出家己的特色。因为有政府的补助，所以讲会使减轻真侪负担。那因为我们有透过这个计划完成了一个平台，所以让消费者看到我们以后，他有一个更直接的途径来跟我们购买。 8年度的成果展，总共有21间厂商来接受表扬。不只是我们农产类哈，还有文创类，还有纺织类以及机械类。所以呢，在这所有的21项当中啊，我们的这些厂商表现都非常优异。 透过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，除了讲会使帮助业者减轻研发创新的负担，同时嘛期待未来有更较侪业者共同来加入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